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阿群妹一下先问一个问题问大家好，你知道副卡係乜嘅喏？你對副卡有乜嘅想法冇？今日阿群妹愛同大家設計嘅係一出舞台劇，佢喺名嘅就按到海，韓國佢係寫關於舞卡嘅事情哦，韓國佢係台北文學獎劇本組嘅首獎。以上嚟啲嘅講乜嘅喏，我先嚟看一段預告。好，看睇下影片，相信大家有懂到的問題吼。故事一下研究大家來分享，今日嘅來賓分享桃園心靈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鄉親大家好，我嚟出戲《海的導覽》陳信玲，陳信玲。哦，客家話講好，接下來，下來紹介另外一個來賓，佢係也出戲《海》嘅作者，他的編劇哦，歡迎易珠。大家好，我是海的編劇李易珠。好，歡迎兩位來到 Any 節目現場哈。剛剛看到那個預告，我們剛在預告裡面看到，這個畫面，好像大家都在做很快樂的動作，非常的愉悅。但是我覺得，怎麼好像跟聲音它的配樂不太，感覺沒有什麼同步的感覺。我想要問一下導演，就是用不用按哪風色來呈現？這也跟我們想要呈現海這出戲的感覺是很像的，就是在一個深深的夜裡，看不清楚背景是什麼，但是前面的人，他們在自己的世界裡面一直狂歡，然後一直在跳動，但那個跳動是緩慢的，就好像非常開心，然後臉開心到極致，可是搭配的音樂其實是很詩意的，就是我們想要呈現的是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世界企圖想要快樂，想要得到快樂，然後這一群人被湊在一起，就像一個家，就像一家人被湊在一起。每一個人在這一個世界，都希望可以得到自己的一點小成就或什麼的。但是最後呢，他最後留了一個眼神，就是有一個女孩，然後她在狂歡完之後，她繼續走在這個黑暗當中，然後我們先跟着她的背影，我們不知道她在找尋什麼，或是她在逃離什麼。然後接下來她回頭，然後看了看鏡頭，就好像在跟觀眾對看，就是在提一個問題，或是在給你一個感受，就是我們來這一遭，剛剛那一遭，那是什麼樣子的東西？對，就是
确实想要做分开来的，就是让人觉得说好像它里面还有再多想要告诉我什么。对，想要告诉我什么？而且其实刚刚偷言有共的吼，试图想要寻找快乐，想要假装快乐，那虽然要是黑粉黑给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？一开始的时候，阿提莫也有看过剧本嘛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他在一个非常分崩离析的状态。这个家到我们剧中一开始的时候，它已经是一个崩解的状态，就是说。我们就直接讲，就是说这一家人，妈妈发现了爸爸他背叛了他的家庭，然后爸爸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，然后可是妈妈觉得他无法接受，然后他想要离开这个家。那可是这个对孩子们来说是件天崩地裂的事情，他们其实并没有准备好要接受这件事情，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好像这个家我们有点像是看。别人的故事，或是像是在看世间情这样，就是说它会是一个好像大家都在吵啊，可能狗血淋头的这样一个状况。但是接下来，透过这一对兄妹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他们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方式，就是他们要回到自己的世界，建立自己的世界。妹妹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快乐天堂，自己的一个乐园。她找来一堆昆虫动物，然后她在里面重建她的秩序。他要当里面的王者，然后哥哥他一样回到他的电玩世界里面，然后他化身为一个英雄，可以到处去破关斩将，对，这样就是他们在他们的世界。其实我们在做这出戏的时候，不会都是很沉重的，就在那个世界里面，你还是可以感觉得到，当我不再是我自己的时候，其实蛮吸引人的，这就是很吊诡的地方。明明我应该要把握我的现实啊，对。可是我其实当我不是我自己的时候，我也能够享受这样子的快乐啊。古索基亚德都七个熊熊动中的世界里面，假装自己快乐，或者是甚至真的在自己想象的世界得到了一些快乐，来弥补他在现实生活中不足的地方，对，不堪。哇！所以我这个时候就要来问问看易珠啦，这样子的内容，这样子的剧本。还有，其实刚刚导演有讲到，每一个人物都有建构给七个世界他自己的世界。你当初帮他们建立了哪几个世界？当初我先讲一下，就是这个剧本其实从自己出发，然后就跟自己以及跟自己的家有很切身的关联。那里面很多就是我这个世代会发生的事情，比如说玩电玩，就是虚拟世界，其实在我们这个世代是非常深入的。就是其实每天滑手机，你就进入一个虚拟世界，虚拟跟真实是分不开的。然后再来是妹妹的是很多动物，就是她都养一些真的小朋友都可以捡到的动物啊，就是什么小鸡呀、小鸭，然后小猫啊，就捡到，然后她透过去养动物，建立自己像她想要当动物园的园长，对，然后而且想要管之后要养更大的动物这样，对，然后再来是这是比较儿童的青少年的，再来是妈妈的世界，她其实她待这个家不快乐嘛，因为她不知道要回到哪里去，对，所以她其实会一直打电话回娘家，然后她想要回到那个她童年时代快乐的地方，就是那个土地，然后我自己就是认识很多客家朋友，然后他们就会发现。客家人跟土地的连结非常的深，然后在那个土地上其实会有一种存在感，然后我觉得那是妈妈想要回去的世界。那再来是爸爸的部分，就是因为我自己在书写的时候，其实是想要透过一种想要理解自己家人的心情，所以我就会想。爸爸每天晚上都去应酬，那到底他去哪里？然后就是妈妈都说，他去酒店。然后所以我就自己去研究，那到底酒店是个什么样的生态？就是，然后就查了很多资料啊，然后就哇，五光十色这样。所以就酒店的场景其实也是非常的欢乐，就难怪那边可以让人疏解压力，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带着一种理解的感受去写这些世界，然后其实是还蛮。就在这个进入世界的过程中，还蛮快乐的。但是刚刚易珠讲说，有这么多个世界，这么多个世界里面就说有懂会搞谁，这一出戏感觉要很多演员来完成呢。想请问一下导演，这部这么大的舞台剧，它到底有多少人来演出？6个人，6个人，然后有20几个角色，6个人演20几个角色，到底要怎么做？这个会是我们这出戏，我会觉得是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6个人，然后除了家里的4个人之外，还有另外2个是幻想中的角色。那其他的
24个角色都是从这4个家庭成员中所延伸出来，他们各自的世界里面，的成员跟他们一起互动的那个人。然后我们让这6个人来演，就是因为觉得说，其实总归一句，就是也许这一场，这一场戏都是这一家人。他们在彼此心里的感受，就是比方说在美美的乐乐园里面，他可能觉得爸爸就是像是一个蟑螂一般的存在，然后今天可能谁谁谁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角色，就是其实当爸爸在演这一个蟑螂，当他在现实世界中是爸爸，可当他在乐园是蟑螂的时候，给观众感觉就是说。孩子是怎么样看你的，跟你现实中生活中所感受的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就是我们想让观众感受到，不是说好像今天到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批人，然后来演出，反而是同样的这个人刚刚是你的家人中的，你们本来的关系可能是哥哥跟妹妹，然后或者是可能刚刚本来应该是父亲跟孩子，父亲跟母亲这样子，可是比方说到了爸爸的世界，他在真实世界中，他可能跟他的老婆处得非常非常不好，但是他在酒店当中，可能这一个女生，她在酒店中，她反演是个妈妈桑，是她的知心的一个好友。那当我在看的时候，观众就会感觉到说，为什么同样一个人，可是你对他们的态度却天差地远呢？就是我们也想让观众除了在故事上面也感受到说，这几个演员。去扮演不同角色的，给他们的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这样子。哇，鼓手虽然呢6上音听听，也就作为24个角色，按到的角色，不过其实角色同角色是有关联的，是有关联的。可是也是懂神奇的事情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同大家分享。都復起來嘅，我係做一群阿權妹，今日愛同大家小姐係海也出舞台劇。哎呦，家下有講到有同嘅角色同角色之間有一系列關聯，一條關聯其實係同神奇、同奇妙的事情。還有其中一個角色是電玩的角色，它是虛擬的，它是不是出現在真實的？我們的生活當中的也係假誒，但是它真的是假的嗎？所以我想問一下易珠，這個電玩的角色，它叫 K，K 它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？還是說它有哪一些樣貌，它有哪一些特質可以跟真實的生活來連接？K 一開始的起源，它就是電玩的一個虛擬角色被人操控，但他到玩這個遊戲到後來，他會越來越像他進來的那個電玩世界，越來越跟真實世界重疊。然後他開始，因為他不被人操控，後來就是凱浩，就是那個哥哥不玩他了，他就被拋棄了。然後他就想說，那我現在不去玩遊戲，那我要怎麼辦？當你開始沒有一個目的性的時候，你的自由就是你自由的這個選項出來。當有了自由，人的本身的意志就會出來，他就變得越來越像真人。然後他變越來越像真人之後，他就遇到了一隻貓咪，他就跟那個貓咪有了連接，就是他開始有了真實的情感。對。那當你有了自由，有了自由意志，然後有了愛，那就他比真人還像真人。然後其實就是在講一個，或者是說反過來回來，我們人難道是真實嗎？也許我們是虛幻的，因為也許我們都是聽命於某個指令在行動的。就比如說我們必須要工作，我們必須要生活。但那這個是你真的自己的想法嗎？就 K 這個角色其實帶來是這個真實與虛擬的辯證。所以在當 K 有自由意志的時候，他說不定比真實的人物還要真實。對，像剛剛我覺得易珠講得非常有道理。像 K 這個角色是跟哥哥有連結的。那我想請問另外一個角色是媽媽。媽媽這個角色，導演跟易珠，我想請問一下，你們怎麼呈現媽媽這個角色，還有你們的設定是怎麼樣子的？我講。其實，在媽媽這個角色裡面，我們會發現說，不管是哥哥、妹妹，然後或者是爸爸，他們都有自己想要可以去揮霍，然後或是可以去
逃遁的一个地方。他们有自己的乐园，对对，都有自己的天堂、自己的乐园。可是妈妈就是这个家，对，她就是想要守护这个家。一开始我们看到她很努力的，然后想要守护这个家，但是这个家就是崩毁了，所以她离开了这个家。对，这样，对啊，就是我们想要呈现的是这个女生，然后我们设定她是一个客家的女生，她不是这么典型的说哦，我一定是勤俭，我一定是忍把耐苦，往肚里吞，对，然后我一定暗地里哭泣的感觉，对，然后我一定是把孩子，就是一定要把孩子顾得好好的，就是说她不是一个很典型的，就是我们想象中好像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一个母亲的形象，我们想要呈现她的无力感。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有她的无力感，可是妈妈她在最后，她一开始的时候，她非常的无能为力，然后再来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然后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孩子了，对，但她最后回来了，也不用再多说什么，她把孩子可能已经残破的心，然后或是已经就是虽然已经回不去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要修复它。就是在场景里面有很有趣，就是遗珠这边有写，是妈妈一块一块把残破的孩子的尸块把它缝合起来。这些尸块持续的跟妈妈对话说，妈妈你回来了，然后我们想要吃什么这样，那妈妈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就是继续的。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但其实中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就是我们想要让这样子的形象，就让观众有更多的想象空间，是关于这一个妈妈她在戏里面给人家的感受是什么。就会有懂辛苦、懂送心的事情。对，你会去想象。对，她虽然想办法离开了，但是她最后还是回来了，把要的东西全部就来这了，尽量让一切可以勉强的上轨道。对，然后这一家人在最后的时候，好像一起约好了要去看海，他们要去一个地方看海，然后他们再走在一个隧道里面，这样子，好像又回到了一些美好的可能。可能美好的可能。刚刚导演讲到了木卡，也讲到了海，讲到家跟海，所以我想要问一下一珠，你觉得，怎么会想要用海跟家来做连结？第一个想法是海其实是所有人类的家，就是它是一个源头，就我们都从那里来的。但海跟家其实是很不一样的，就是海是不安全的，然后它是没有范围，它无限广阔。然后家它是有个限制的，然后大家是为了安全，甚至是为了让彼此可以安全的存在，然后守护在一起的。那所以当这两个其实相互起点相同，但出发点就互相违背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很有趣，就会变成说大家其实在这个家里面感受到的不是安全，慢慢变成一种窒息。他们想要找自己真正的归属，就我自己心里真正的家是什么？那片海是什么？那个可以装下我的那片大海是什么？而当你往你自己真的想要去的方向走的时候，你就会慢慢发现说，原来人跟人之间的联系就是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个家，因为你就会回头看很多事情，回头看之后会比较清楚。这是一开始在写把它连接的一个想望，这样子。但是要出戏剧其实係啲特別是客家文化演戲了演出，那它一定會跟客家有一些連結。剛剛我們講到媽媽，其實媽媽在劇裡面設定是客家人，是客家的媽媽。那媽媽這一塊是怎麼樣呈現她的客家的意象，還是說這出劇裡面我們怎麼呈現客家人的家庭？我們其實讓媽媽在這個家裡是孤獨的。他所說的語言，在這個家庭裡面也是孤獨的，所以他是媽媽角色是講客家話咯。媽媽會講客家話，但是他的客家話可能孩子們也不一定聽得懂。然後我們這個媽媽還有她的媽媽，就是家婆，就是孩子們的家婆這樣子。然後我們跟客家顧問在討論這整個的設定的時候，也是在想說。有點像是之前客台這邊有做過，像是不管是出境事務所也好，或是其他的，就是讓客語變成是一個很自然的東西，我不用特別去強調說，我們是客家人，所以我們現在在講客家話，這樣就是說它就是很自然而然流逝的東西。然後這個媽媽在跟她的媽媽講話的時候就是客家話，然後這個媽媽會很關心說你的家庭顧得怎麼樣，你的孩子現在怎麼樣，就是很關心她這樣。可是這個
这个夹在中间的这一个妈妈，她其实也承担了很多压力，她想讲，但是她也没办法讲太多。像我觉得那个低调的东西，我觉得是一个我们想要呈现一个好难拿捏哦。对，就是我觉得那个低调是我们自己民族性里面好像有点明显的东西，我们不会太张扬的说一哭二闹三上吊。都忍着，对，就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忍着，可是有一天我真的忍不住，我觉得那个爆炸力是更惊人的。没错。然后他再回来，他一样不多说什么，没有一回来就是说啊我的儿啊，这样没有，他回来就是安安静静，要看到他们都破成了一地。当然这个是很抽象的表现方式，可是实际上如果这个妈妈真的离家出走，她也不知道去外面走了一整晚，或是去哪边，可能去大卖场或者去哪边，然后回来之后看到孩子把家里弄得一团乱，那他会怎么样来展现他的那个生命力，以及我回来了，不要担心，我会把一切都整理好。有我就是那个强大的安定感跟稳定感，我觉得在演员表演上，我觉得会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做，很多挑战。真嘅講吼，啊佢們捱把動作時間看日本劇本，捱看啲劇本以後，捱真嘅喺度講。呀，出劇本看起來要呈現，我真的沒有辦法想象在舞台上呈現的樣子，所以我很好奇，為什麼導演會接觸到這個劇本？就是藝珠跟導演，你們是怎麼樣合作的過程？藝珠跟我念研究所的時候，藝珠是大學部的學妹，然後對我們那時候就知道彼此。但後來藝珠這邊得到2015年得到台北市文學獎的首獎的劇本，然後我也知道這個消息，然後可是後來我們藝珠找我，然後我們就是有合作的計劃這樣。然後那時候其實我看劇本的時候，有沒有覺得很難？跟阿璇妹一樣，就是會覺得說，它其實是個很私密的劇本，我們可以老實講這件事，它是一個比較私密的一個家庭經驗，然後。接下就是我在看的時候，我有種我在偷窥的感覺。然後，可是問題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東西是說，它建構了3層的世界。一層是我們覺得很私密的一個家庭的場景，接下來是這家人開始往上，他們都各自去臆想，有些自己的那個幻想世界、狂想的世界。再接下來是這些狂想中的人居然搭到了一起，K 跟 Hello 居然他們倆還再去發展，真的有點像他剛才講的時候，我覺得有點像是《玩具總動員》。很像這個電影裡面的暗黑版之類，就是如果說今天你所創造的這些虛擬的世界，他們到底我們沒有在玩它的時候，我們沒有在真人沒有在操控，我們意志不在他們身上的時候，他們在過什麼樣的生活？會怎麼發展？對，所以我覺得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，確實會覺得很深，因為你有種無法想象的感覺。可是當他實際去，我們現在實際上一直在排練、在工作的時候，就會覺得他有很多東西可以想象、可以玩。所以你按到嘛該做在搞的東西，躺起來，而拿一本很抽象的劇本在具象的舞台上演出，我覺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同大家來分享。起來嘅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，家下有談討厭，還有編劇佢啊，都有講，要出戲劇上來佢嘅發展，韓國佢可能運用嘅嚟演出阿群妹這件東西愛啲，不過像看一下在劇本嘅，這件覺得我需要幫助，不只是看完劇本而已，我覺得我需要一些說明解說，或者是甚至我真的需要看演出，所以我聽說去年有辦一個就是這出劇的一個讀劇會。對，是。對，那讀劇到底是怎麼樣的去呈現呢？讀劇是在演出前，然後我們會邀請觀眾來，然後演員是會拿着劇本，就不是說真實的演出，是演員已經完全把劇本放開來，然後他完全是用角色的身份在講話。就在讀劇的時候，我們甚至也有人會念舞台指示。就比方說，媽媽現在拿起電話，她猶豫着要不要打這通電話，就是有點像是把故事內容念出來的感覺，這樣子。對，所以我們的讀劇它會包含比較多文字的空間，這樣，對啊，所以也邀請觀眾了解一下說這個故事的大概，對。
就像亚哈尼发明红坤斗，哎，对大家是拿着剧本，对，但是似乎也是有一些走动的动作，有，因为我们很特别，我们的场景是在四剧场，在大稻埕这个地方，然后它里面的建筑就是有里面就已经有楼中楼，有楼梯，就是一个家，对。就是一个家的感觉，是的，有2层楼哦。然后，所以它可以让演员不是只是坐在那边念给观众听，就是观众除了看听之外，他也可以看到说角色之间可能之间，你看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关系，也是有些动作可以让观众感觉到说，哦，他现在杀气很重，不是只有靠声音而已，表情跟动作都有在帮忙。哇，所以这个读剧啊，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一些观众给你们一些回馈，就是我看了之后，我有什么样的反思，有跟你们讲的？我觉得做创作都是诚惶诚恐，比方说做读剧就会很担心说，能不能让观众感觉到这出戏的气氛啊，或他想要给观众带来什么样子的感受。可是，在回馈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觉得观众是很踊跃的，因为像这样子的读剧，它不比演出，不是有那么盛大的灯光、音效、服装的制作那么多，是比较单靠演员的表演跟剧本本身的力量。可是观众还是看得非常投入。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魔力。那他用演员的声音演绎出来的时候，其实观众是很给我们很多回馈，然后还有观众直接落泪哦，看读剧就可以落泪。他可能看的时候有没有落泪，也可能就有落泪。可是他在跟我们讲的时候，他又落泪。他就是说，他本来想要跟我们讲说，他对我们的戏觉得还不，就是对我们的读剧觉得还不错。但接下来讲到说，这个戏跟对他来说，他所感受到的跟他自己的连结的时候，他突然哭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本来没有想过我会哭的，什么这样子。”然后当下我们也觉得说，这就是力量，我们也会觉得我们要把这样的力量继续再往前推。就是这出戏不是别人的故事，它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，会连接自身的经验。对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剧场的魔力耶。当可能是同一出剧，你在不同的场合，或者是说不同的场次，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场次演出，是不是有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成果？这个就是 life 啊，就是剧场的特别的地方。我们常讲剧场是很朝生暮死的地方，朝生暮死。对，因为今天这一场戏我演完了之后，我再也无法重现了，没有一个细节会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今天可能在讲这句台词的时候，我可以一直训练自己一定要怎么样讲这句话。可是很多很细微的东西，比方说可能那一天演员的状态，如果说其实我的状态是我可能很疲累。或是我可能在这之前我刚听到一个笑话，那都会影响我演员的状态。还有现场的观众，当现场观众给我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观众给了我一个呼吸，或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笑声，我不是隔着电视机或隔着荧幕的，我就是在舞台上听到了观众给我这样子的那个回馈，所以现场的凝止的气氛，那个都是很难以言喻的一种魔力。所以每一场我们讲朝生暮死，其实也是在讲说，没有一场是可以复制的。对，没有每一场的剧场表演都会很需要观众的参与，然后他才得以完成。我们不是只是自己演来完成我们自己的，是需要观众进来完成这一切。没错，哇！古手太假真嘅，听说我去到剧场里面看演出，我有无穷的感觉，无穷的感受。韩国对于这个剧本的结局，其实它是开放式的结局。阿 Q 我爱同大家分享一个经验，其实爱七个对于开放式这个结局，我常常觉得很疑惑。你到底要我想什么？为什么要我有开放？为什么要给我开放式的结局让我去思考？所以我现在一样要把这个问题丢给编剧：你到底要我思考什么？你希望我思考什么？我自己在写那个最后的结局是，K 他好像终于找到海了，然后遇到游戏的终点。对，然后但他挣脱了那个。就是挣脱了原来的结局，然后他本来只是一个游戏角色，听命于游戏，但他后来有了人性，所以他有了记忆，那他要把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记下来，然后但当他就是觉得至少我把他们都记下来的时候，突然最后的结局是天上声音出现，就是又说海。游戏结束，就是然后打上那个我们制作人员的名单。这时候我觉得呈现出来是一种直接拉回到观众本身，就是那我们呢？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的自身的处境是什么？就是我们
是自由意志在行进我们的生活吗？还是其实我们都是听从某个指令？那我希望观众带着这样的反思，这样的意识去看自己的生命，也许就会看到很多不同面向，甚至可以看到更多的世界。所以我相信大家做一只舞台剧，最终的目的是不是希望大家看睇舞台剧以后，转去舞卡还有一些些的功课可以做？嗯，对啊，对不对我看到好的舞台剧，或是看到好的电影电视，真的那是久久不能自已的。就是不是说我今天看完一个戏，看完一个故事，然后我就知道了说，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。然后今天他要告诉我的事情就是正义无敌，然后或者是说善良最棒，不是，就不是说这样。我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之后，我就可以安心回家做好梦睡好觉。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，它可以就是你很多东西你可以去做分类。我今天就是去看一些爽片，或是就是看一些娱乐性质的东西。对。可是今天我们的出发点还是希望说，我看完之后它有欢乐，然后当然也有沉重。可是看完之后，回家我可以去深思一下，可以吸一口气。出了剧场之后，甚至你回到家，或是甚至你在某一个你自己在生活中的片段的时候，你会想到我们其中某一个场景，你会想到某一个时刻，你曾经可能是那个无能为力的那一个。古时候要出舞台剧啊，会可能本大家都有自家的经验做得来连接，可以来反思。所以要出去开演出的执行黑马个时间呢，短短的时间，像拖延来同大家讲一下。我哋要嚟出去開哦，演出的時間係8月19號到8月21號，然後有晚場跟午場，總共4場的時間。那在我們台北市的客家音樂戲劇中心，在2樓這邊做演出，然後非常希望大家進來，然後感受一下我們繽紛華麗，但是又往心底走的這一出戲。好，大家聽錯哦，有閒聽錯，我記得去看戲哦。沈夢김文義導演，還有一珠，謝謝你們今天來到節目現場，沈夢，謝謝。咩沈夢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跳下來，好好運動。